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宜兰的三星厂是大起价。三星区农会果菜市场今仔日的拍卖价，1公斤上悬是1000块，平均的价数嘛有861块，比去年同期是起将近3倍。主要是进前做风台，这个三星厂的产量也未回转来。 饼皮一个煎大桶，煎到有够香，佮包三星葱，南特别制作的番椒酱，这是宜兰教会三星葱贡品。不过三星葱价小较悬，未做到了济，福业者头壳是疼甲公公说。反正客人他们都陆续还是会来吃啊，你不能不卖啊。所以只是说时间缩短啦。觉得蛮喜。对，因为这样子客人吃下来，他比较不会太辣。 甲当弄上的葱仔，切做葱仔煮，火锅店业者心内嘛对咧海产，假使无葱仔，互人混上配料，安尼减一味，人客不欢喜。在这个部分的话，变成说我们只能业者自己吸收，对啊，然后也是说希望可以尽量提供好的东西给客人。三星区农会今仔日果菜拍卖价数超过成悬，来到4位数1000块，和去年同期比拼贵要3倍。佮加上雪林线风台之内，三星厂产量变少，10月底价数就直直也悬，会写到冲超过1000，平均价数嘛来到861，一个月来起要500块。哇！ 都烂掉了哦。对，葱仔价小变贵，农民嘛对咧面丘面夹，因为风台霜长，落雨佮落真侪工。三星乡水的葱仔，剩无够2成。这死亡率都蛮高的，软腐病啊，一些的漂亮的葱真的少之又少，2000块没用，根本就没有葱可以。 葱仔价数一直也悬，假使菜市仔用台斤来算，一支葱特别新地票100，后面仲怨叹讲，靠地无钱，真正买不落手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